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04年9月26号。今仔日经文是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出埃及記18章13節到27節，使徒行傳第4章13節到31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感謝。出埃及記18章記載着摩西的丈人帶着伊的母囝來去見摩西，但是葉忒羅看見摩西在處理人民的代志非常的無用，伊閣着愛領導以色列人通過曠野，閣着愛處理以色列人中間逐項的事務，特別需要做判官。後來葉忒羅看見了後，就建議摩西着愛建立一個體制分站來管理，交予選出來分站的牧人來做協助的審判者。出埃及記18章13節到27節記載着當這是制度的建立。隔日，摩西集體處理人民的案件，人民規日徛佇摩西的邊仔。摩西的丈人看到伊對人民安尼做，就講：你哪會安尼對待人民？哪會家己一個集體處理，予人民佇你的身邊徛規日？摩西對伊的丈人講：這是因為人民來我這要求問上帝，因為案件來我這，我就甲因判決。佮予因知上帝的規例甲律法。摩西的丈人甲伊講：你安尼做毋好，你甲你的人民攏會真忝。這個工作上重，你家己一個做袂去。那你着聽我的話，我甲你建議，願上帝甲你同在，你着代表人民佇上帝面頭前，將案件請問上帝，閣着將規例甲律法教示因，指示因所着行的道路，着做的事。不過，你嘛着愛對人民的中間更有才華，敬畏上帝，忠實可靠，萬分不義之財的人，設立因做官長。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個人，予因隨時來裁決人民的案件。小的案件因家己裁決，大的案件才送來你這。安尼因會當為着你，甲你分擔，你的負擔就會較輕。你若安尼做事，是上帝嘛安尼吩咐你，你就記載會牢，這的人民嘛會當安心倒去因兜。摩西聽見，就照丈人的話去做。摩西對以色列人中間競選有才能的，設立因做官長，有的管1000人，有的管100人，有的管50人，有的管10個人。因隨時就裁決人民的案件，小的案件因家己裁決，困難的才送去佇摩西遐。後來摩西送伊的丈人出發，葉忒羅就倒去伊的本所在。對聖經的觀點來講，世間的審判是站在上帝的審判，上帝最終的審判才是上重要的。這嘛是摩西因所得做的事。初代教會還未建立的時陣，彼得甲約翰4個傳福音伊的人，嘛因為安尼就受領去到佇猶太教的議會接受着審問，而且被要求袂當閣再奉耶穌基督的名去傳福音。但是彼得甲約翰卻甲因回答講：我要愛奉你的命令呢，還是奉基督耶穌的命令呢？恁心內有數啦吼。這段經文記錄佇使徒行傳第4章13節到31節。議會的議員看到彼得甲約翰遐爾勇敢，
知因是无读册的普通人，就真着惊，搁认得因捌甲耶稣做伙，嘛看着彼得伊好人徛伫因的身边，就无话通反驳。议员就叫因离开聚会，然后就参详讲，咱着怎样来对付这个人？因所行这个奇异的神迹，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咱无法度否认。毋过为着避免这个代志伫民间哪传哪看，咱着警告因对什么人拢袂当提，搁再奉耶稣的名来讲论。后来因就叫两个使徒来，命令因袂用得搁奉耶稣的名讲论，还是假死。毋过彼得甲约翰因讲，听叹恁接着，还是听叹上帝接着呢？伫上帝面前，恁家己判断吧。阮所看到、所听到的，袂当无讲。遐议员毋知要安怎处罚因，就严严甲因警告，了后就放因出去。因为民众拢在为着所发生的代志来归荣光予上帝。对于这个神迹得到医好迄个人已经40外岁。彼得甲约翰受到解放，就倒去东畔遐，将祭司长甲长老甲因讲话拢甲因报告。因听了就动心大声对上帝祈祷讲：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面的主宰，你捌通过圣神用你的仆人，阮的先祖大笔的喙讲，外邦是怎样行法，万民是怎样假无效果的事。地上的君王拢排阵要交战。统治者联合起来要攻击主甲伊所选立的基督。希律甲本丢彼拉多虽真正是伫这个城内甲外邦人甲以色列人联合起来要攻击你所选立的仆人耶稣，因组织要做你的权能甲你的旨意有定发生的代志。但主啊，阮地因得甲阮恐吓，求你监察，互你的仆人较搁有勇气来通宣讲你的信息，求你医治的手，搁通过你圣的仆人耶稣的名，互阮来行伫神迹。祈祷煞聚会所在的摇动，因拢受圣神充满，勇敢宣讲上帝的信息。后来议会找袂到彼得甲约翰有任何的罪，就投放因。众信徒组织同心，为了圣徒来祈祷阿罗上帝。但是知影希律王彼拉多以及以色列人勾结外邦人要攻击基督的运动甲军队者，因就祈祷求主亲自来监察这个人的阴谋，因就交予上帝。一切祈祷了后，就受到圣神的充满，勇敢来世界传福音。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律例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诫命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是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比蜜比纯的蜂蜜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啥人会知影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我无一中的犯的过错。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袂犯同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
愿我的嘴所讲的下伫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初代教会使徒，将所面对的困境交予上帝家己来监察，互阮会当领受圣神的充满并且勇敢来传福音。感谢基督靠主耶稣所基督圣名求，阿们。